一般人图下数字兼六处，如此的强松嘅用电脑嘅。我台湾人是有1000人嘅抢动人，当然会多3000嘅脊髓损伤嘅人，还有45000嘅脑性麻痹患者，也都有重大障碍嘅人，明年要多创。伊哋系数据来源嘅电子工程师，可能佢唔判得。伊想讲，刚刚伊能抢死得规1000人多创，木当当嘅可能天棚下。故所一路屯台湾一代物理治疗师、一代智能治疗师、智能破病团队，行到嘅全国，针对无强用个案，开发出合适的科技辅剂，而伊能强用享受得到科技带来嘅利便，为各主通常嘅学新嘅东西，好伴一个村庄朋友嘅人生有多一些春光。顺便电话。邱建峰最好限定自家做嘅快一棍，今天通头拿同追，强强嘅口都开关被感染。天到荧幕控嘅邮票就会停定感染嚟晒飞，同一般人用数字点流出都冇用咗，而用嘅係鐵做嘅紅外線流出。所以基本上那个滑鼠还是用一样的操作法，对不对？那是用快捷按键，你是按照时间或几次做一件一次，如果你有做一件都是按一次，对的。破译是3次吧？对。看睇荧幕同數度嘅講，按用嘅用，邱建峰用紅外線流出用嘅12年呢。26歲嘅年發生車禍，送到加倍弄骨。佢送後睇到連醫院都同佢講，伊唔好呢，不過佢媽媽唔肯放棄。佢都快26歲，就衝到咩吼，跟車碰到吼，衝到伊就不會動啊，哦，就醫院一個醫院一個睇又一個啊，吼，就沒有效，冇卡好啊，吼，我就轉沒有力，哦，轉沒有力。就去甲慢慢裝啊吼，佢師傅按太過，就愛請慢慢執上錯誒吼，佢去甲夾到藥山誒過啊吼，但係過誒較慢慢長好吼。雖然嚴重一條命，不過也過後，佢嘅生意就會多成功嘅咧。邱建峰無認真按用就yen田怪體。有100幾飛，佢發現有專門同五體不全嘅朋友聽開發科技輔機嘅團隊，故所家嘅人生有一位新嘅希望。當初迄天使導航人啊，慢慢而家老冇人看到講，有包括新聞嘅世界看到有創業了做嘅人要做咧大天路嘛，啊我想哦也好。以前裝一條天路也冇看過天路啊，天路上來嘛個樣式根本都冇翻啊，做嘅冇看電視已經。台北邱建峰新希望嘅就係破病協會也3枚成員，一個團隊由物理治療師、智能治療師同電子工程師，經過專業評估，也都發現邱建峰嘅頭腦還會做動多動搖嘅動作。故所就貼片同佢打錯各佢用嘅紅外線流出。在眼睛這邊貼一小塊的反光材料，那個紅外線滑鼠，它可以感應得到邱先生的頭的動作，所以邱先生就透過那個這邊的特殊開關，還有一個特殊的模擬器，做左鍵右鍵的工作，所以透過2個很簡單的輔具。邱先生可以非常的熟練，非常的很好，可以操作網絡，可以跟外面的世界很順利的溝通，對不對？當然，呢篇的事情很多的啦。透過看新聞來做一個報紙架，標點看蛋糕，看報紙。啊，你樣就用天路看新聞就做的。個另外就打天發，也做了自家用熒幕上按用打就做的。用也採訪也幾做嘅就做嚟做。邱建峰喺破病協會12年前服務嘅個案，雖然用輔機已經用到動手術嘅，
协会本时就会来看佢，了解佢用嘅情形。新开发嘅新武器，检查佢也用得，未会少几笔。装起未来有乜个问题嘛？有乜个困难嘛？哈，需要怎么样的设备？有乜个设备嘛？啊，记住人个研究，人个综合来。所以你碰一下，这个不办法。对，你一定要装个开关。对，啊，碰一下，我摸你一下，哎。好。那这样他其实都听得到，那他就可以，比如说他在厨房，他就带到厨房，然后给我来帮忙。对。小法，拿玻璃杯拿开水给我一下。因为无线很能量，有乜嘅事情爱幸福抗议，也系困苦，东家就很咩多，也来越多。那个辅具是个无线的，还是透过一样的这种开关，从先生还是可以用那个筷子操作，碰一下它会发一个无线的信号。那看我旁边有一个接收器，无线的接收器，它会发一个声音，可以让他知道。邱先生需要帮忙。郭开文係數幾年嘅，未係一類天子工程師。1990年，佢去到新竹關西一間體質中心做志工，每同亞洲之內有種類嘅聲音呢，聽鬼畜玩其教材。佢發現有位亞洲同事聲音呢加動上學。故所嘅天繼續留啲推發，同物理治療師林宗祖，還有職能治療師鍾家順，職能普遍協會。愛同亞洲跳重演多場嘅衝突中外嘅朋友來聽書。他們的老師其實有點不知道怎麼訓練這些小朋友可以做事情啊，怎麼教他們。所以那時候我發現這種事情，一個開關，一個電動玩具，那我跟老師溝通，要不要試試看，用這個方法教這些小朋友？結果發現，真的是真的有效，所以都是那時候應該20多年之前開始做這些。國開會有天子科技武器嘅專業，連種族係負責評估，清楚衝突中外嘅幾條朋友，醫生講還有哪條素材會聽通，再過來推給亞條做出合適嘅東西備用。我們要去尋找這個個案的有能，那這個有能的動作部位有哪幾個？我們可以協助他來挑選出來，然後甚至來幫他排順序。例如我的頭可以動，嘴巴也可以動，但是有可能頭的力量還有耐力可以撐久一點，嘴巴用一下就酸了。好，那但我們就可以協助來那個分配這些部位要做什麼事。第二個，那我可能還會去協助說，好。我現在要在什麼姿勢來操作這些設備？你還給大家看好多泡泡，哦！你還叫李承翰，前漢橋。除咗開發太應用嘅科技武器以外，針對小朋友嘅案係用天筒玩具武器，發明出各種簡單開關，用鉗用帶。無就係頭拿緊天筒亞條方式，我嘅亞條好有用嚟控制同協調。那舉個例子，這是一個可能有一些腦性麻痹的小孩子，可能你知道精細動作不是很好，可是可能個大拇指的動作其實還不錯的，可能這是我們的 DIY 的大拇指開關，可以光華商場買的很簡單的，可以幾十塊的開關，一條線，那你插進去那個玩具，那他們大拇指按下去，你看會啪啪開始跑出來的，所以他們會開始學習這個動作，我可以做事情了。他們可能不知道，本來不知道這個動作可以做什麼事情了。
科技武器唔但枪用来做物理复健同治疗，因为亚的东西生发就唔是哈哈的意思呢。这些我在医疗的院所获得的这些治疗和处理，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到我的日常生活？我的手弯得高，可是没办法让我能够吃得到那个眼前的那一碗饭。那我的脚可以抬得高，可是我并没办法拿来行走。那而且呢，如果我还是在就学的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在医院练习的这些技巧，能不能帮得上我用来让我读书写字更有效率？那其实这是我们以前在医疗院所比较没有办法去协助处理的部分。为了会将科技武器的观念推广出去，普遍协会团队每去到医疗院所、社福机构同学校，开个 DIY 开关各种玩具课程。如果他们都能够获得这些资讯，他才会去注意到说，哇，原来我平常照顾的人，他们的情况是可以被改善的。所以我们会开办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，有实际自己试试看，组装出来一个开关或者改装玩具，或者呢，我要应用到很高科技的科技辅具设备，我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那个训练，才能达到操作的很有效率的这个步骤的经验分享。外籍有一个好久不见，杭高的全台湾嘅普遍团队，让伊去到639用件，地度只能中位嘅安道好嘢，伊看那到家到就忙佢欢喜。团队成员老表弟行李箱韩国太推嘅杜控嘅天通玩具武器，一粒拿出来，而同佢也到送一节多么强用嘅课程。还没换，你手抬高，对，旁边等一下。好，看清楚哦，手抬高的时候，你动作太快了啦。电视荧幕控在篮球嘅比赛，用照电机各三嘅时球做出来嘅开关轻量控制，训练亚条空间来控用数。类似看啊比赛竞争，有嘅超级韩国比样又有嘅痛嘅。在操作这些游戏的时候，那我们其实会回归最基本，想要让他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——因果关系。原来今天是因为你操作了这个开关，画面才有反应，人才会跑，然后机器才会动。那你手一直停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，它没有反应。那我们想要先让他了解这最重要的概念。火车出发了，出发，到哪里？这是到谁？还没到，还没到哎。停，小猫要下车了。小猫在哪里？小猫要下车喽。这3年内，乡下教师傅查大帮按内嘅互通方式，我哋也到了解一下做一项乡下合作嘅观念，就是让学生们他们可以彼此有互动，然后不会说只有玩自己的游戏，他们可以借由团体的活动过程里面去学习轮流，然后可以等待，还没轮到我的时候要等一下，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顺序这次轮到谁，下一次轮到另外一个同学，那这样子在活动的过程里面，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基本的认知学习这样子。639用嘅1年前本亚条學員接觸科技武器，不過條下馬機構治療師同服務人員未會少，也按進步嘅科技產品，亞條學員未怕唔多曉得用。不過訓練人人類，亞條對科技武器有為多麼強用嘅看法。所以这样子进来了以后，就会让我知道说，原来我们一般的特教服务，我们会一个很单纯的认知，就是行动限制的孩子，我们只能给予被动的服务，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主动性的活动的成效出现。那因为他们的
介入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多感官的刺激、多感官的给予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相对的很多学习上面的提升跟内在能力的发现。其实我可能会去评估这个学生他的各方面的感官知觉的能力，比如说，他是喜欢听觉，或是他喜欢视觉，或是他喜欢触觉的刺激，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在活动设计的时候，尽量安排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些刺激活动。可以哦，一直按着哦，哇，泡泡来了哦，哇，不对的，哇。无论该学员用过两个的轻量开关来控制换气呼气，喷出一点一点响应的泡，也是跳创业多创嘅朋友用风味线流出来用电脑，都解一项了解世界的方式。普遍消费也等于按出心，用科技同亚条五体不全案例过嘅朋友，听打开一扇窗嘅门，亚条人生天天呢也有会成功。